今日講八字，問事者問佢可唔可以做天師，佢想做呢行，佢想知道自己命格可唔可以做天師。我哋睇下佢八字，個本命盤印黑食傷，地支日主受克，仲要財星宮克日主。佢依家大運行緊甲戌大運，所以佢個食傷出咗嚟，所以佢好多諗頭。佢經常左腦同右腦打交，有兩股能量喺度打交。就算佢出去 7 買支水飲，佢都可以諗嘢諗成日，思考人生。再加上個地支日主受克，所以佢嘅壓力來自自己，經常經歷好多阻滯。再加上佢自己食傷運比較差，我哋睇佢八字，天干、金根、辛根、黑甲木，仲有一個甲木。地支午火、辛、辰土、戌土、黑、子、亥、水，全部死晒。佢日主受克，呢個大運對於嚟講其實係好事，因為你食傷出咗嚟，所以你想做天師呢一行。但係你日主地支已經受咗克，但係你如果真係做呢一行，你可能會經歷好多唔好嘅事，例如錢銀啦、女人啦，帶俾你麻煩。如果你手圍唔好嘅話，如果你行偏咗嘅話，你容易又會坐監，你會俾人陷害，同埋自己經常自己左腦同右腦打交，呢樣嘢你好難做到。因為當你畫一條符或者幫人哋驅邪，你自己嘅思考緊，你都唔知畫邊條符好。所以如果你做呢一行唔係唔得，你首先你靈魂要強大。如果你靈魂強大，你可能會嚇親，可能自己唔知自己做緊乜嘢，思考判斷能力會差咗。如果你自己寫符咒，我建議你唔好寫啦，因為你寫一條符咒，你要有老師，你背後要有神明幫你執行，你條符先至有力。否則嘅話，就算你條符寫到識飛都好啦，都冇用。你要有背後有無形老師先至有用，條符先至會執行。我唔建議你自己學寫符啦。如果你自己學寫符，可能會吸入好多靈體喺你屋企，會影響你情緒，同埋你身體會出現問題。因為本命盤出現咗印黑食傷、梟印奪食，即係再加上係地支日主受克，所以你特別容易諗埋一邊。但係你個八字本命盤其實幾好嘅，你印黑食傷，你比較平靜少少，可以諗好多嘢。但係你諗埋啲嘢，多數都係偏激，諗偏咗。如果你真係想做呢行，想做天師，想幫人哋驅邪、驅魔、驅鬼，唔係唔得。我建議你揾老師學。如果你唔揾老師學，如果你自己買本書自己寫符咒，我諗你應該依家情緒應該有啲問題啦，容易起伏好大情緒，同埋你思想會好混亂。所以我建議你揾老師去學啦，因為你揾老師學嘅話，你背後
會有祖師爺幫你。如果冇祖師爺幫你嘅話，你自己寫條符係冇用㗎，唔會有執行力，冇力不但止，仲要害咗你自己。我諗你應該唔係好明啦，我簡單啲講啦。如果淨係畫條符出嚟，又冇老師，你背後冇無形老師幫你，冇神明幫你，冇祖師爺幫你執行，呢條符係冇力㗎。所以我建議你唔好自己寫符啦。如果你自己寫符，會容易招惹一啲唔好嘅嘢入你屋企。如果你個靈魂唔穩定，你會招惹好多靈體喺你屋企。所以我唔建議你自己買本書自己寫符。我建議你去揾老師學啦。寫符要有磨墨咒，吹筆有吹筆咒，同埋你又要結個手印。如果你真係有興趣，咁你自己去揾師傅學啦，唔好自己學寫符咒啦。同埋你驚唔驚鬼㗎？你做得呢一行做天師，幫人驅邪驅魔驅鬼，咁你驚唔驚鬼㗎？如果有隻鬼喺你隔離，如果你面對面見到隻鬼，你驚唔驚先？如果你驚鬼嘅話，你做唔到嘅，你一定要靈魂強大先至得，否則嘅話，你咪幫人哋驅邪驅魔驅鬼，你自己已經嚇暈咗啦。所以呢樣嘢睇你自己啦。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